今本日吼，也都口腔的主题了后哦，相信大家对土盘方格的文学啊，一定有个较进一步的熟识啊。土盘方格其个重要性、佮个价值，相信到台湾文学，其一定有一定的一个地位。也都佢点来讲，佢行出来路，也一点一滴，吼，总下本人客家肢体啊，咁么真骄傲，真光荣，当然。能是唔得停下来哦。今本日课程吼，点讲土盘方格嘅文学路途都了位了。我迄种方式，请大家收听客家名录学院，大家讲了了哦。